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0月18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社会局局长刘淑慧的带领之下，每一位员工化身成为裁缝师，一针一线将大台南的社会福利变成一领绵密的社会网络。无论伫老人、少女，或者是儿童、少年家的福利，世界拢看会到社会局的用心甲关怀。并且将这几档的成果来发表成为册集，希望将这份爱的幸福传送出去。面对大台南37区无同的需求甲服务对象，市府社会局化身做社会福利的裁缝师，一步一脚印行过每一个社区。不管伫长期照护、养生村，或者是幼儿托育的新制度，交出了一张真水的成绩单。实现社会福利裁缝师的理念，将一块一块社会福利的成果，缝制成幸福的新衫。我们的社福中心，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至少今年有10处以上的社福中心，那能够在社区里面让民众随时有任何跟社会福利有关的或者是个案需要服务，不论他是孩子、老人或者是一般的家庭，那我们以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家庭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需求面貌，那我们逐一的去客制化的为他们做一个专业的一个计划跟服务。那希望说我们这个区区有日照，然后长照串串相连，还有我们的托育家园等等的，从0岁到长辈，那我们都可以把相关的社会福利能够做好。那我们也像裁缝师一样，可以再修改，但是我们创造新的，然后呢，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修改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盼望能够提供给台南市民最好的一个社会福利。那当然需要大家一起支持，那市民朋友的支持跟爱用，那这个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看见的，找得到、用得到、看得到，适用所有社会福利的面向，也盼望大家一起帮忙。其中日间照护不但特区到位，伫全市37区总共设置45个日照中心，社区关怀据点嘛有371个。以今年新推出的托育政策，咱起码设置8个公共托育家园，预计109年将完成25个以上。社会局以8大面向社会福利网，分享8年来的成果，并且发表新册，希望透过册中的相片甲成果的呈现，分享给每一位市民，做伙共享幸福的新衫。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南区槟榔路甲新兰街交叉路口，因为来来往往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嘛因为路口伤过小，定定会发生着车祸意外。当地民众向市员罗坤福来反映，希望伫咧会当解决来现场的问题。伫咧上午进行着实地会勘，希望会当找出一个办法，让这个路口的交通变甲更加安全。为伫槟榔路甲新兰街这个交叉路口，附近的民众甲里长拢来反映，这个路口时常拢会发生车祸，尤其这个所在大车会出入，真正有够危险。为着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市员罗坤福不但人到现场来会勘，并且是当场来要求着市府甲务局爱新乐的拓宽这条道路，保障民众的行车安全。会议的结果嘛有得到甲务局新乐。保证会来积极向土地所有权的林务局、甲国有财产局争取使用权。我甲你讲，这车祸吼已经做频繁啦。如果这样无赶紧处理啦，我甲公安讲啊，我们都能够当官的，这辈子能够做功德的，要借个这个机会做。无以后未来若是搁发生车祸，我们嘛爱负责任吗？吼，所以阮今仔日这个勘察，希望对民众是有益的。这条路会当顺利的来拓宽它呢。有民众反映就是说，它会有一些的一个车祸发生，所以说我们会原先先从
路口看是不是能沿线做改善哦。那这些路口改善可能会涉及到道路的一个宽尾的一个扩大，它可能会涉及到林务局跟国有财产署，那我们公务局这边会去跟他接洽一下，看他们的一个情形。伫短短无到半点钟的现场会看记者会，就已经有真侪台小型的货车，甚至是大型的车辆出入入，所以这路口的交通流量会当讲是相当的大，也因此拓宽应该要马上来进行，以维护民众行的安全。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市原台院顶竞选总部将要伫咧10月20号正式开跑。竞选团队伫咧东港有规划了一场温馨并且充满着台湾味的音乐会，同时嘛邀请阿姊啊、立委陈廷辉来做总部一日的店长，伫咧现场亲自为乡亲来服务，互大家会当一面听音乐，一面啉饮料，甚至佫有准备在地有名的美食阿公咸糜，要来互大家品尝。北区、中西区市原候选人陈怡丁，这届竞选总部以货柜屋的形式来呈现，除了具有机动性以及方便性以外，伫外观上嘛更加有时尚设计感，同时嘛将政治结合文创，跳脱传统的思维，展现出陈怡丁少年有活力的特质。一行日内部嘛会当看到伊的政见以及成果，分别是公共设施的提升、观光路线的带动以及教育多元等。另外，总部嘛将伫咧10月20号下晡4点举办启用音乐会，甲大家见面。竞选总部呢，即将在10月24号有一个启用的音乐会。那竞选总部在西门路靠近友爱街口，那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参加音乐会。那我们的竞选总部是用比较年轻文创的概念，那里面也有我的过去的、我未来的政见，还有过去一些问政的一些资料哈，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竞选总部走走看看。那音乐会当天呢，我们准备好吃的饮料跟好吃的这个咸糜后跟大家分享，那让大家可以听听音乐，那看看怡珍的问政未来的政见，那也一起来打造我们北区、中西区的新未来、新亮点。竞选总部将伫咧10月20号下晡4点正式启用，伫现场嘛有准备阿公咸糜以及饮料，互民众享用。总部以轻松软性的活动，传达出陈怡丁温暖正义、优质门政、为民服务的理念。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前往西门路2段以及友爱街口做伙同乐。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伫咧文兰里长陈清泉甲社区志工的共同拍拼之下，文兰里不但下下全国治安标杆的10连霸，而且阁得到社空气品质上介好的社区。就连即马竞选期间，里长陈清泉嘛是靠着一台电动车走遍规个社区。即届伊要竞选6连霸，除了希望乡亲会当甲支持。另外，伊嘛要培养接班人，希望这优质的社区会当传承落去。虽然现在是竞选期间，不过优质的社区里长陈清泉，逐工也是甲社区志工来开会，做每一位志工该做的工作。不管是环保志工，或者是社区巡守，每一位拢坚持家己的工作位置。不过，距离选举愈接近。有时阵做愈济，就愈受人怨妒。因此，今仔日有济志工甲社区协会前后任的理事长、创会理事长，拢徛出来相挺，希望优质的里长一定爱互连任。这社区无像咱遮和谐，而且遮志工大家遮可爱，大家拢用心拢跟着里长。讲真，今仔若无里长啦，遮志工稳来对啦。哦，毋是我里长搞，是里长搞。哦，说真的，我们要感谢这个里长。大家拜六就去顺，就去整理规个社区环境整理较好，就要找这里长啊。啊嘛毋是搞的，就这志工。啊志工要是要对啥？对主人嘛，对里长嘛，要对啥？里长靠做人，所以今仔有遮好的志工。所以讲今仔无南社区会做遮好，就是讲拢是里长。啊，但是咧，即届要选这个里长啊，希望讲大家能够支持到咧。啊，若会无得着，我看咱遮大家来包包转来啦。陈清泉对民国87年做文南里长，到现在20档，不但将家己的服务处贡献做你的办公处，而且期间阁不断的创新，对社区巡守队、环保志工，拢是对无够有，而
而且里内路口云端监视系统不但刻下全国治安标杆的10连霸，陈清泉嘛承诺，如果会用个完成里长的6连霸，伊也将培植里内后一位优质接班人，希望将优质的社区一帮传一帮。今仔日呢，非常感谢阮文南里的好朋友呢李明呢，互我陈清泉有这个机会，因为我是出外人，中华的民国迄阵69年来遮。啊，伫文南里呢，到即马差不多30几档啊。87年到即马呢，我已经做5届里长。我阵87年做里长了后呢，我就成立咱的环保义工队，守望相助。这个文南公园甲赖国公园呢，拢获得环保署很好的成绩，10连霸空气品质。咱巡守队呢是获得全国标杆10连霸，这拢是中央来认证的。所以我这回呢，就是要来连任咱第6届。第6届我有甲阮的志工团队讲呢，咱从咱文南遮呢，咱有传承，甲咱文南咱遮队长咱遮有兴趣要过来后一届要来做里长的遮个人来培养人才，后壁甲来传承。无咱文南社区呢，全国拢第1名哩，行后壁呢，迄个接棒的部分行无经验，咱是拢在地啦，毋是讲从外口前路口过，咱拢在地来做。文南里伫里长陈清泉的带领，20档内得奖无数，除了连续10档得到全国治安标杆社区。就连空气品质嘛是上好。伫里长的竞选期间，只靠着一台电动车就用个看出来。29号完成抽考，20号下午嘛将伫个里办公处成立竞选服务处，欢迎乡亲做伙来交流指导。陈清泉斗帅，陈清泉斗帅，清泉，斗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嘉南夜里大学邀请了锦飞凤傀儡戏、永兴乐皮影剧团、甲古都掌中剧团这3个表演形态拢无同款的传统戏剧，共同伫咧嘉耀文化艺术馆来展出。今日的开幕仪式，3个剧团也拢表现了一段因的精彩好戏。透过镜头，咱做伙来看卖。闹热滚滚的人狮傀儡戏，大家带开小朋友笑嗨嗨。皮影戏的趣味桥段，也互小朋友看甲真入迷。也有布袋戏精彩技巧的展现，等甲互人忍不住拍破来学乐。这届锦飞凤傀儡戏、永兴乐皮影剧团甲古都掌中剧团这3大传统的剧团会当聚集做伙。不只是动态演出，也有静态展演，会当讲是相当的难得。出席这届联展的嘉南药理大学校长来表示，希望借由安尼的展览，互更侪人会当亲自来体会、来了解传统戏剧的水。这一次嘉南药理大学特别在图书馆的9楼展出这一次的台湾3大偶戏团呐。在这边为期3个月的展出，我想主要的用意也是怎么样来让师生认识到台湾的文化价值，台湾的这些传统戏曲。那如果这么好的100年传承的这些忠孝节义，或者是说这些的人文艺术的
美好东西，如果能够透过课程，透过往下扎根，让他认识、了解，甚至更喜爱，那我想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这些的优美的价值或者优秀的这些传统能够传承下去。这也是我们今天来办这样的一个3大剧团，从我们的傀儡戏到皮影戏到我们的木偶掌中戏3个一起同团一起来动态、静态的展出。那我们从大学生到小朋友都去认识这些我们的偶团，那甚至的话可以去了解到这些文化艺术之美。因为以我们的木偶布袋戏来讲，它不仅是雕刻的精神文化在里面，相对的也要有衣服，相对的它有刺绣，所以还有这些演奏的技巧，甚至要有这些的故事，甚至要有这些的戏曲音乐，通通包含在里面。还有历史的这些的文化在里面，所以我想它就是一个非常代表我们台湾非常有这个文化价值的一个偶戏的话所以我们特别才举办这样的一个动静态展。那也希望能够从这一些的大学生到幼儿园往下一贯的一条龙式的扎根，所以也欢迎我们社区还有刚好学校也临近在南台南跟北高雄之间，都欢迎所有的这些朋友可以先预约或者是可以团体预约或者个人都可以来这边随时参观，我们随时欢迎大家。一起斗阵，这是这届展出的主题。嘉南夜里大学不但展出了传统戏剧，也开设了台南戏曲的课程。希望借由教学、借由教育，将这款传统的水会当一代接着一代传承落去。咱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咱市北区立林国小创校120年，培育了侪侪优秀的人才。10月份嘛是伊生日的日子，学校特别规划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伫咧18号这天，就由着校长王富美带队，带领着学校的棒球队前往水仙宫来迎盛会，象征着传承意义。立林国小的120周年校庆，就要伫咧10月份来登场。校方伫咧这个温馨的日子，规划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18号这天，特别邀请了友校开完国小的新师团来到学校表演。并且甲立林国小的棒球队由着校长王富美来带队，前往学校的发源地水仙宫，要来进行参拜，并且迎接盛会，象征着饮水思源、盛会相传的意义。因为我们之前是前身是我们台南的富商在水仙宫成立了3义堂，教育他们的孩子。那日本人来之后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成立的保公学校，那已经有120周年了。今天呢，我们回去饮水思源，饮圣火回来。明天呢，我们进行采接活动，明天早上10点到11点采接活动。那欢迎校友礼拜6。10月20号早上8点半，我们的校庆活动就要开幕了。那我们也邀请了市长9点来到我们的学校来指导。那我们的杰出校友今年有17位杰出校友也会共襄盛举。那欢迎我们的校友们回来跟同学们聚一聚跟老师们叙叙旧来看看我们学弟学妹们，让大家能够有鼓舞的心来欢庆我们的120周年庆。除了今仔日迎盛会活动，学校伫咧19号以及20号拢有盛大的庆祝活动。校方也非常欢迎所有立林国小校友，伫咧这礼拜6下午8点半，做伙倒来到母校庆祝伊120回生日快乐。咱的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做伙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侪云有时好天，温度24度到29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
感谢你收看10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